今日呢間獨棟別墅呢就巴閉咯，業主耗時1年時間重金打造嘅一間雅居樂影柏灣畔嘅一間獨立別墅，依家係市面上賣緊最靚嘅一間全新裝修嘅獨棟別墅，前後側邊都係花園嘅，四面採光，南北對流非常採光嘅。呢個呢係中空嘅客廳同埋10人嘅餐廳位，過嚟呢度。U 型廚房非常大嘅，電器3件套都配備好埋。1樓有個長輩房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全屋採光無死角。呢啲家私電器呢，全部都配備好埋，全送嘅。淨係呢個客廳嘅空調呢，就有7匹，100寸嘅彩電都係免費送，家私電器全部齊全，可以拎包入住。淨係後花園呢都有100幾個平方嘅，非常之舒適嘅一間獨立別墅。2樓2個超大房間，連被鋪、床鋪都幫你鋪好啦，真係貼切過媽咪啊！呢邊呢個主人房呢，空間都係非常大嘅，舒適到拉滿，仲贈送咗一個露台添。3樓呢個呢，就係總統套房啦，做到南北對流，2個陽台，1個陽台1個大露台嘅，體現出主人家嘅活動空間係非常大嘅，視野非常開闊。淨係後花園呢，都有150平方咁多啊！一家人喺呢度看星星睇月亮呢，都係非常舒適嘅喎。對呢啲別墅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話我知，我發資料俾你啊！